看出台老板娘超有诚意耶！我搁要准备遐尔仔济铺，搁要讲我家己足铺，搁无穿内裤。今仔日是5月29，明仔载5月30是我的生日。今仔日会当通食，请大家斗阵来算这纸仔台。这个头家娘真正大趁钱，有够欢喜的欢喜，因为我真正无想到今仔日的纸仔台，大家足捧场的。捧场归捧场，是安怎这个纸仔台有这个打电话隔壁，已经抹出来啊！是安怎这个纸仔台有这尔啊济风啊？要神啊！是我是什么代志啊？我即马特别徛当遮，讲我朱迪卡对天就抓，我规人都足捧的，我规人4点零清新衫，嘛无穿内裤。先朱迪卡在5月29号，其一旦拔了，就必须说到做到。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内裤说飞掉就飞掉？我还必须站在这里承认我很胖，我的胖就像是左手边的掉落物一样，胖到满出来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没有穿内裤，我干嘛穿内裤？朱迪卡伫咧今年要过生日，真正无想到会有遐尔好耍。啊，毋过我嘛真正无想到是安怎？即摆有这尔济风伫咧我的面头前，我特别看门顶啊，恁敢知？恁敢看有我？我伫遮啦，我是这面间的朱迪卡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影大家是安怎比起咱正经的迄芦笋食，哪会大家较想要选这个风嘛？侥幸哦，而且这个风已经发出来啊！我伫遮要冲大家讲，我要过生日的朱迪卡，真正是有够捧的，捧到满出来。除了安尼了哦，我朱迪卡4.0清新衫